香港大學站附近居然俾我揾到呢一個盤，係網紅打卡點，亦都係你屋企嘅景觀。今日嚟到堅尼地城站，一站地鐵可以到香港大學站，所以好多香港嘅本地生同讀研生都中意喺呢度租房。今日參觀嘅就係吉捷，一入門口就係見到呢一片一望無際嘅海啊，加上好天氣，簡直令人眼前為之一亮。翻入嚟室內，呢個就係成間屋嘅空間。呢面係浴室位置，明明可以做一房嘅空間，發展商偏偏要做開放式，靈活彈性嘅設計符合現代人嘅需求。呢個就係開放式廚房，配備咗品牌家電。而家發展商仲送家私組合，實現拎包入住。呢個單位你又覺得點呢？